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接续顶礼拜所读的合解书第1章，咱今仔日读到第2章。合解书第2章，伊接续先知合解伫即个中间所予人的一个信息。顶礼拜咱有讲到先知合解伫即个所在咧提醒所有的百姓，恁拢住伫有厝顶的厝。 但是上帝的殿还阁破破烂烂。若是有诶圣经的版本，伊是写百姓住在华丽的房子，华丽的房子。你若是摕现代中文译本，有一个相片，伊大概是生即落样。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迄个圣经内底的相片。伊大概就是伫迄个中间讲起，百姓伫即个中间所住的厝。 拢是已经有厝顶，意思就是你已经安然徛起。但是上帝的圣殿呢，却是倒的倒，废的废。伫即个中间，先知合解看起来亲像是咧提醒遮的百姓，恁遮的人的日子拢过了遮好，但是恁无将恁的心思意念放伫上帝的殿，所以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起，恁虽然有食，但是袂饱。 有穿，但是袂烧；有趁，但是钱拢留去，所以无法度伫遐来得到因想爱得到的收成。但是事实上，当先知合解咧甲遮个百姓讲遮个代志的时，遮个百姓事实上并毋是住伫一个真好、真舒适，也是非常会当享受家己生活的环境。事实上，先知合解咧甲遮个百姓咧讲的时， 遮个百姓其实在受苦，遮个百姓毋是过好日子，遮个百姓毋是因为讲我已经有通食，但是我却无去到教会来贡献我家己。事实上，遮个百姓因伫迄当时所拄着的情形，就是上帝啊，我家己拢无通食，我要安怎会当为你来所用？上帝啊，我家己就已经食袂饱。 我是要安怎会当来替你起圣殿？所以伫即个合解的信息内底，其实合解并毋是咧责备遮个百姓，讲恁遮个人拢过了修好，然后上帝圣殿却荒废伫遐，这毋是合解的信息。伫迄当时，百姓因所拄着的是，当因转来到伫耶路撒冷。 因看见耶路撒冷城已经破破烂烂，因看见上帝圣殿已经受毁坏，所以因看见因原来一个真荣耀、真荣光所罗门的时代所起的迄个圣殿，万民、万国、万族拢来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的迄个圣殿，已经毁坏啊！遮犹太人因过去的骄傲，因过去的荣光，拢已经无去啊！ 因所剩落来是啥物？剩落来是一个未堪得用的圣殿。因已经失去因的光环，因已经失去因过去成做一个上帝百姓、上帝囝儿的一种的荣耀。上爱惨的是，毋是干那圣殿毁坏尔。事实上，对着遐个人来讲，因的生活也真歹过，因的物资要食、要用、要住，其实拢袂。 遮个百姓其实是过着一个真艰苦、真无容易生存的日子。趣味的是，当合解咧讲耶路撒冷的时，遮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其实因的生活品质、物质其实是真欠过，真正好过伫对。敢有人要摇看卖？犹太人真正日子好过、生活好过、食了好、困了好、住了好的人住伫对？ 住伫巴比伦，住伫对因的对手，因的巴比伦将因掠去的迄个巴比伦迄个国家的所在，颠倒是去互掠去做奴隶的人，掠去巴比伦遐个人，因的日子过了比耶路撒冷的遮个百姓过了也较好。伫即个中间，因不只是物质欠缺，
事实上，规个耶路撒冷的经济活动，规个拢已经伫战乱、伫破坏、伫战争的下底，已经真侪经济活动拢总暂停。事实上，遮个百姓无当趁食，因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过因正常的生活。然后，遮个百姓为着要起造耶路撒冷城，为着要起造即个圣殿，其实每一个人的意见拢无共款。我想，无厝顶的圣殿，伫即个中间讲起的是一个百姓伫迄款无安全感的下底，因毋知影要安怎过头前的生活，家己的生活都已经袂过，要安怎会当去思想着上帝的殿呢？趣味的是，哈该伊即个信息，伊并毋是要讲互犹太人的上基层的百姓听。事实上，哈该的信息是要讲互遐个领袖听的。哈该的信息是要讲互先知、祭司，甚至是真济还搁伫宗教内底做领袖的人听的。哈该的信息是要伫遐甲贵族的人，要伫遐会当做官，要会当伫遐过好日子的人，伫遐提醒伊，你毋通袂记，你还阁有兄弟，你还阁有你的姊妹，你的民族，其他的人还阁伫耶路撒冷伫遐咧受苦。所以，哈该伫迄个中间，伊真正的信息是要向遮个人讲起，虽然少部分的贵族、王公的人是过了真好，但是你毋通因为安尼现在好，你就袂记得你对上帝所应该有的需要。哈该伫即个中间，爱遮个人重新去省查自我，重新去找讲恁做的到底是啥物。哈该伫即个所在，伊所带来的信息其实非常特别，因为当伊讲起耶路撒冷城伫即个中间，大家伫意见无共款的下底，无法度去好好起造的时，其实哈该毋是伫遐咧责备，哈该是搁一摆向遮个百姓讲起一种的应允，就是应允讲，虽然差不多咱读的圣经节，虽然你的册仓内底无种子，葡萄树、橄榄树、石榴拢还袂生出，但是你爱知影，我耶和华上帝要赐予你。这才是哈该伫即个中间真正所要表达一个重要的信息。然后伊爱遮个人为着遮个事做伙大声成就伫上帝荣耀，然后互众人伫迄个中间得到利益。意思就是，哈该爱遮个人伫即个环境的中间，先去建立上帝的公义。有一句话讲：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要加给你。你为着上帝来行，你为着上帝来做，上帝伊就赐予你。哈该的信息，其实你若伫查经班内底，你会当看见查经班内底有真侪真好的讨论，我也感觉真趣味。我第一摆去查即个带查经查哈该书，因这是足短的，只有2章尔。但是我无拍算伫即个哈该书内底，大家会当有遮尔侪趣味的信息。但是我要用一张相片，要来讲哈该书的结论。敢看会出来这是啥物话？教会，这是一间伫高雄的教会。这间教会有几个特色？这间教会已经超过150年，伊也算一间不止大间的教会。这间教会伊的地点真特殊，我毋知影咱PowerPoint安尼看，敢看会出来？你敢有看到下底遮个扛棒？敢有看？迄个商店的扛棒。这间教会是夜市啊。接受足熟的，我讲到夜市啊，接受足熟的。讲到教会毋知，若讲到夜市啊，我接受敢若解释的款。
即间教会吼，伊就是伫夜市仔内底，所以咱会当想象伫夜市仔内底教会吼，其实伊人真济，吼人来人往，啊伊也哩。我想伊嘛算伫市中心啊。即间教会吼有一个真特别的特色，就是你若看下底吼，即个所在有较悬有无？即个所在，这是伊的停车场。伊的一楼是停车场，因为伊伫夜市仔内底，所以伊停车的位吼，外口教会外口差不多拢无停车的位。伊的一楼，伊敢若嘛有定，我毋知影有定是，我毋捌入去过。但是伊的一楼是停车场，教会一楼是停车场。啊，然后吼，伊遮起哩，遮有礼拜堂，然后有牧师馆。啊，咱敢有看到上顶馆即站？敢有看到上顶馆即站？色无共对无？哦，即站的色无共。上顶馆即站是后来才起的，我毋知影伊是第7楼，伊嘛是第7楼啊第8楼，我无啥会记。啊，即间教会伊起好了，伊本来无上顶馆迄楼，啊是后来较搁加起迄楼起安尼。但是伊伫加起迄楼起的中间吼，为着起最后即楼，来叫看卖，因开偌久的时间来起礼拜堂圣殿上顶悬的迄楼，起1楼，敢若起1楼尔哦。礼拜堂是已经起好啊哦，但是上顶悬迄楼，对因计划到起好，要看卖因起偌久。哦，这伫查经班内底捌分享过哦，所以有人已经知影，上顶悬迄楼起10年。啊是安怎会起10年？因为意见足济。即间教会不只啊大间，即间教会不只啊有历史，即间教会超过150年。伊伫高雄人口真济所在，伊下底是一个夜市仔，所以即个所在不只是停车位，不只是厝真贵。伊的停车位也真歹找。即间教会即个所在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因为伊伫迄个夜市仔，所以咱会当想象，当暗时夜市仔若人济时，教会电火若开落，有甚物款的效果？伫高雄有几若间教会拢有即种的效果，盐埕教会、凤山教会，盐埕教会伊拄好伫迄个大壮公园边仔。所以伊只要到圣诞节、亲像节，因就会点灯，规个教会就伊点起来，所以当互看到迄个人去公园散步的迄款的效果就非常好。啊，凤山教会嘛共款，凤山教会伊的礼拜堂以及伊所踮的所在，互真侪人真爱去迄个所在打卡，伊亲像一个景点。然后即间联合教会嘛是因为安尼，但是就是因为伊伫一个真特殊的所在，所以当教会要起最后1楼的时，大家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遮意见基本上拢是好的，遮意见基本上拢是要互教会会当加起1楼。遮意见基本上拢是要互教会所起起来迄楼，互侪人看到。但是伫迄个中间，因为真侪人意见无共，无法度好好去进行，所以迄楼开10年。当最后1楼起好的时，迄个牧师嘛准备要退休啊。迄个牧师吼，阮迄阵若牧师甲牧师做伙时，就听伊咧讲，伊甲我讲，因为是我的长辈，拢叫我名，伊讲吼，其实教会吼。虽然因迄楼起10年，但是伊讲有一个原则真重要。伊讲重要的吼，毋是迄楼起了有水无水，伊讲毋是因为迄楼起了有升级无升级，毋是因为迄楼起了有好无好，迄拢毋是重点。今仔日个重点是教会所起的迄楼，有互众人伫迄个中间荣耀上帝。荣耀人，荣耀主名。
每一个人要为着圣殿要起的时，拢有伊的想法甲看法。每一个人拢会用伊社会经验来看即个礼拜堂的最后一楼安怎起才会水、才会好、才会圣洁。但是其中上界重要的是，当人甲人之间为着上帝的圣殿在度无的时，无用疼甲包容，我今日讲的是韩国语哦，毋是用疼甲包容，通过咱的信用来做成遮个代志的时，咱所起起来的物件，拢无彩感。我问即个牧师讲，啊，你哪会有法度用阮一层楼起10年？伊讲啥？伊讲10年无重要，但是敢若为着要起即楼所开过的会超过100摆。伊讲，假使10年前即楼若起起来，甲10年后即楼起起来，伊讲计数差5倍，因10年的时间，计数差5倍。伊讲一开始讲要起即楼的人，已經過身足久啊。伊講後來伫即樓底用的人，攏是後來才來啊。今仔日咱伫學解書內底，其實有一個真重要的信息，即咱讀的是攏無讀完全。學解書伊的信息一出來時，其實伊做成一個真重要的代志。當伊重新去提醒遮的百姓。提醒宗教的領袖，你愛為着上帝的聖殿大聲禱無，較贏伊為着家己的利益禱無的時，學解造成2項真重要的代志，互伊成。第一個是以斯拉轉去起祭壇，第二個是尼希米轉去耶路撒冷起城牆。因為學解佇即個中間，伊重新去呼籲，所以有以斯拉甲尼希米轉去到耶路撒冷，重新起造祭壇、聖殿甲城牆。咱若看尼希米記第1章第1節，真趣味的是，尼希米一開始伊是安那心艱苦，因為伊聽見住佇耶路撒冷遐個兄弟，因的生活過了真歹，所以尼希米佇迄個中間憂愁，然後互王看去。最後，王甲伊問講：尼希米，啊你做酒政的，你是安尼面色歹看咧，歹看啥？尼希米才講：因為我的兄弟猶佫佇耶路撒冷咧受苦。親愛兄姐，佇學解的時代，雖然伊去甲遮的人提醒，你着愛大聲為着上帝聖殿來禱無的時，事實上遮的百姓每一個人日子生活攏無好過。但是上帝透過學解，互因一個真重要的信息甲應允，就伫咱含拄仔所讀的即個經句內底。當遮個百姓猶佫佇艱苦的中間，日子過袂落去的時，上帝透過學解，甲遮個百姓講：七草有荊棘嗎？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攏猶袂結果子。遮個樹仔攏猶袂結果子，你攏猶袂看見任何的收成，你攏猶袂看見任何的好物。但是我要甲你講，當你為着上帝的名、上帝的殿開始咧禱無的時，對今仔日起，我要賜福你。咱若細緻看，咱今仔日佇所讀的學解書第2章內底，咱所讀的聖經節，但請恁想。即日以前，耶和華的殿猶未有照大地上頂的時，歷過遐個時，人來到五國內，想要得到20斗，想要得到20斗，結果只有10斗。來到酒窖，想要得到50甕，總是只有得到20甕。咱人伫迄個中間真努力，想要拍拼，想要趁食，
想要伫生活顶悬会当改变，想要伫咱即个手顶悬所做的，会当互咱重新去享受咱的生活，但是拢无通。但是哈该伫迄个中间咧甲伊讲，你着建立耶和华面的地基，迄个时你着想着伊。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当咱伫信仰内底，咧掠着咱家己人生所要跑走的方向，咱真意爱咱的教会会当怎样做？咱真意爱咱的国家会当怎样做？咱真意爱咱所徛起的所在是真好、真水、肥搁水的所在。咱今仔日听到香港有真侪事伫迄个中间发生的时，咱真侪人同情遐个人民，但是嘛需要有人去同情遐个警察。有真侪时，人伫迄个中间所做的，人家己毋知，但是唯一知影的是。当人大声愿意为着上帝的公义来求讨的时，真侪世间的代志拢会无共款。伫哈该书有一段圣经节，咱今仔日无读到，伊伫记载伫第2章第10节到第14节，伊去讲着，先知哈该去问祭司，伊讲：假使我若用一领衫去包迄个成的饼。就是迄个祭坛成的饼，也是讲咱今仔日伫即个中间，假使若要圣餐，咱用一个器皿去缀迄个成的饼甲成的杯，迄领衫敢会因为安尼来成成？袂，迄领衫袂因为安尼来成成。但是假使咱用一个物件去包粪扫，包粪扫的迄个物件。敢会因为安尼来抬高？会。哈该伫即个中间，伊讲起，当咱伫世间上有拄着真侪情形、真侪代志咧发生的时，咱独独只有一项物件爱提醒咱家己，就是爱将家己分别做神。尤其是当咱家己毋知影咧创啥物货时，毋知影咧讲啥物货时。就是当咱毋知影要行去倒落的时，咱唯一需要的是问讲：上帝啊，你在哪里？望我徛伫你迄边，我会当讲你爱我讲的话，我爱做你爱我做的话，我爱用你的真理来成做我所要行世间的道理。即个教会伫起10年了后。最后，即个厝顶起好，然后当因第2摆献堂的时，第1摆献堂就是规栋楼，第2摆献堂的时真趣味。第2摆献堂的时是包括内底拢总算装潢，重新搁做过。所以当因内底第2摆要献堂的时，因不只是献迄个厝顶，因嘛献着内底一寡设备。然后请中会人做伙伫迄个中间做感恩礼拜，结果伫迄个礼拜中间，会来讲起，即间礼拜堂的上顶观站，也是讲厝顶啦，拢会使起10年。然后大家听到的时，拢惊一跳，哈，即个厝顶上顶观站需要起到10年。伊讲事实上，起敢若1年，原价9年。起敢若1年，然后原价9年，总是当即个上关站的厝顶起好的时，大家心拢柔软，降服伫上帝面前。牧师最后伊讲，是安怎最后1年圣殿会当起起来，就是因为伫9年的中间。大家愿意降服伫上帝面前，然后一个厝顶，一个最后一楼才有起起来。所以当因献堂的第2摆献堂的时，伊讲，建筑物是为着上帝咧起的，但是因所做的是因为因的兄弟姊妹做的，然后互即间教会
定心伫迄个夜市暗时的时会当发光。亲爱的兄弟，咱的教会设立几年？伫咱中间检菜，拢还佫会当听见有真济无法度帮赞咱起造教会的话，无法度起造教会的事，伫即个中间伫行伫讲。但是我要伫即个中间，咱大家彼此勉励甲提醒。教会要起造，毋是用家己的想法甲利益。当咱用咱家己的想法甲利益要来起造上帝殿的时，即间教会起袂起来。但是只有当咱愿意放下咱家己个人的利益，愿意降服每一个人降服，老的降服，少年的降服伫上帝面前，然后三角来起造的时，即间圣殿才有机会起造起来。9年的磨练，成就最后1年的起造。这是我伫即间教会中间所学起的。但是今仔日伫咱教会中间，咱修完得期待，教会会当有上帝遐所来的荣耀。要合上帝的心意，有上帝三角之地，咱爱先去找求上帝。你爱即间教会，诚做一个新款的教会。你爱即间教会，为着你来做啥物？今仔日即间教会毋是我需要的教会，因为假使照我的需要来起造的话，变做我的教会，我私人的教会。即间教会假使是为着你的需要、你私人所爱的来起造的时，伊变做是你个人的教会。但是今仔日即间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咱需要伫即个中间问咱家己：上帝啊，你爱即间教会，诚做一个什么款的教会？第二个，对上帝来的荣耀，毋是用我的角度来看。对上帝来的荣耀，是互人伫迄个中间来重新看去，上帝你当初时设立即间教会，你的目的是啥物？为什么有即间教会？为什么即间教会会存在伫即个中间？第三个，对上帝来的荣耀，是要互众人同齐得到荣耀。即款的荣耀，毋是因为我的名写伫条仔顶悬。即款的荣耀，毋是因为起造的时我有出一份力。即款的荣耀，毋是因为这是我起的，这是我做的，或是这是我参与的。对上帝伫教会中间要彰显的荣耀，是要互后壁来的人，伫即个中间得到伊所要超找的上帝。亲爱的兄弟，教会要安怎起造？教会要起造的，毋是起造咱即代的教会。教会要起造的是为着后一代要起造教会。教会要起造，毋是起造过去荣耀的教会。教会要起造的是看见未来要受苦的人需要一个新款的教会。愿上帝伊的荣耀伫短短的学解书内底，搁一摆彰显伫咱的中间。愿上帝透过学解伊伫迄个中间所讲的，切窗无种子，石榴、橄榄树、葡萄树，拢还未收成的时，就会当得到上帝应允讲：我今仔日要赐予你。愿上帝伊的怜悯到伫咱每一个人中间，也到伫咱教会中间，咱三个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谦卑摆地阮的祈祷，因为真济时，阮伫你的面前，想要为着你的名来起造教会，总是当阮心急的时，
阮只有想着，阮要为着阮家己来起做一个啥物款的教会，阮却袂去问讲，上帝啊，你爱阮起做一个啥物款的教会来荣耀你的名？自当阮伫即个中间，搁一摆来排列阮的祈祷的时，阮少年伫世间还阁有真侪人，为着因的自由，为着因的生存，为着因会当无烦恼，生活伫因家己所徛起的土地，阮为着遮个人来困求甲祈祷。主，阮检采无法度为着因来做啥物货，总是当阮要起做阮家己伫即个所在受着你托付交代阮的使命的时，阮嘛来想着即个教会要互啥物人来赢。主，当阮看见世间还阁有侪侪人受苦，总是阮却是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得到施恩，得到引带的一个人。主啊，阮要为着安尼，怎样来回应你对阮所施落一切的好？主，求你教示阮，求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学习降服伫你的面前。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无用阮家己的意思做意思，互阮独独遵趁伫你的命令，降服伫你爱阮所成就的使命中间。主，即间教会为着你的名来设立，即间教会也为着你的百姓来设立。主，恳求你使用阮，诚侪工人，伫起造教会中间有份来参讲，有份来参与伫你上帝国的计划。愿你施恩伫阮众人的心上，愿阮通得到你通过学界所应允伫你的百姓中间的应允，也行伫阮的生活甲生命中间。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